各位客人，欢迎光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法法 ella 陈嘉桦，我是来自于屏东县林落乡的客家人，欢迎收看客人欢迎光临。我来制作他们的时候，当然3个人里边呢，其实就是他话最多，然后最活泼，很健谈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你不认识他，一开始他就会跟你聊天，好像跟你认识很久一样。我觉得他好像觉得身边有不开心也是他的责任一样。我没有看过他很累的时候，他真的 always 很亢奋，我都想问他，你是不是过动了？然后后来我们聊天就知道彼此都是客家人，所以感觉 OK， 就比较亲。等，来讲一句台语吧，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ella， 我是阿法法，我是屏东的客家人，也就是我是屏东的客人。阮爸是客人，阮妈是河洛人。我是一个很活泼，然后我在学校那种社团活动很活跃的人，我甚至可以站在别人的社团的舞台上帮他们主持节目的那一种。然后甚至有别校的，就好像是屏中吧，是屏东中学，然后南校的同学知道我这号人物，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哦，但是他们知道我这号人物，就很想要去找我，然后去他们学校主持节目。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接受，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那个环境我不熟悉，我不敢在那边放肆。像小男生一样非常活泼，然后人很真，就是你看到艺人能够这么样真诚 ，OK， 真诚以待这种 ，OK， 我觉得其实还蛮少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虐待自己的工作人员。没有。而且呢，他们有时候就是常常就是我们在工作稍微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会比如说模仿啊，比如说讲一些笑话或者是主持啊，比如说演说 OK， 可能某某人走了还是什么，还是说某某人受伤了 OK 什么，反正就是演一场很悲的戏就开始哭。所以如果你不是天生的艺人，其实你很难就做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也没人给钱给你啊，也没人叫你去演戏啊，你就只是因为录音的时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子，你就可以那么无聊到3个人要这样子去演一出这种戏，所以我们在旁边看着，真都笑到真的不行啊。人生有两苦，黄连苦，贫穷更苦。人生有2难，登山难，做人更难啊！我记得小时候有一组照片，然后那组照片是我舅公，就是我阿婆的弟弟，然后他从台北回来过年，然后呢，他那时候就说：“哦，谁，你们上去跳舞，我就给你们100块。”然后那时候我就为了钱拼了，所以很多小孩子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在我们家客厅，然后我们在那边唱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草蜢的那个1738舞，然后我们就开始跳那个舞，然后就很嗨这样子。而且我穿了一整套的那个睡衣，是我妈妈买给我，我记得是有点桃红色的那个睡衣，然后我穿着一整套，然后脸弄得很白，因为我去拿痱子粉把自己的脸敷得很白，因为我想说要上台表演，所以要稍微打扮一下。小时候当然也有想过说要站在舞台上啊表演或干嘛，而且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好像6年级的时候，学校有办那种什么跳舞比赛，然后我就集结了我的同学，然后我们就自己在台上，我就自己编舞，跟我同学一起编舞，然后我们就在台上表演这样。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害怕站在舞台上的人，然后很喜欢拿着麦克风讲话的人。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那同学就有看到我这份特质，他们就想说：“陈嘉桦，你去参加那个残酷舞台啦。”本来一开始我要放弃，因为那天很多人在排队，而且又下雨，然后我就有点懒得排，所以我拿号码牌，好像300多号吧，然后我就懒得继续排下去了，我就去国父纪念馆玩。我2姐打电话给我说：“你去参加了没？”我说：“没有我不想排，人好多。”她说：“不行啊，你去唱。”我说：“哦，好啦。”然后那时候是清唱，然后我唱的好像是不知道谁的歌啊，我唱的是5月天的《温柔》。对，我是清唱，然后后来结果唱片公司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我说：“哦，好啊。”然后我就从初赛、复赛一直到决赛，然后最后就签到我们公司。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命运太有趣了，因为你根本没有想到你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纯粹只是想来玩，只是一个很玩乐的心态，可是就一头栽进来。当素食店餐厅的老板，卖素的哦，不是素的哦。所以你有在往那方面的知识来去做一个收入动作吗？现在收入还蛮多的哦。那你跟我讲说那职业呢？我像我都直接想当个平凡的上班族。
我觉得你有可能，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很平凡，已经不平凡，但是我很向往平凡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生活很充实。那这相信你的梦想就会实现的，好不好？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简简单单的上班族是很幸福的，因为我自己这样打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几点很准时去上班，我就把我分内该做的事情都做好，这是我很向往，因为我觉得平凡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这样。2000年，这3个来自台湾各地的女孩首度齐聚在同一个残酷舞台上，为了喜爱的音乐一展长才。谢谢过关。稍等一下，第一位过关的7号陈家浩，让我们来看看评审的奖评。我觉得他唱歌很有自信，一下台就展露出兴奋之极的陈家浩，极度开心的他已经呈现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位美少女即将上台表演，我们来看看她的表演。有一天决赛比完了，然后呢，我回到家，然后一个很悠闲、太阳很大、很热的一个下午，我就突然接到我们公司一个副董徐启正打来的电话，然后就问我说：“你有兴趣当艺人吗？”然后我就那时候整个毛孔全部开，因为我觉得就是非常惊讶，你不会想到说这种事情会在你头上发生，对你没有想到，所以那个是你很意料之外的。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真正的培训就是从住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然后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是一个人来台北的 ，Hebe 跟 Selina 都是爸妈送的，然后那一幕我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心酸，因为我没有人陪我，我自己一个人来。但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因为我妈跟我说，我跟我弟弟差得很近。然后他们生我就是希望能够生一个儿子，可是我又是女的，可是我弟弟是很意外有的，所以我们接得非常近。所以我妈后来有跟我坦诚说，的确是我弟弟一出生以后我就失宠了，就比较没有人管。但是也因为这样造就我从小就很独立的个性。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那时候公司把我们带去我们的宿舍，然后还加了一张床。然后那个时候是福华长春的商务饭店，对，在长春路上，现在已经变成住宅了，已经没有那个了，对。可是那时候我们的衣服也是自己洗啊，我们所有的一切从那里开始发生。第一场签唱会的时候，你看到整个西门町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一整条路都是人的时候，你真的会吓到，就说就是原来有那么多人在注意我们，就是很感动。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们3个人，然后常常就是我们3个跟一个宣传，然后挤一台计程车，或者是甚至要5个人，有时候要委屈的问说计程车司机说可不可以载5个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脚踏实地，然后辛辛苦苦的去做所有的那个通告这样。推一点，对，可是那张专辑刚好遇到我就是受伤，我跳楼，然后受伤，然后脊椎就是压迫性骨折。吃饭好，你好，怎么很开心？蛮中间好吗？谢谢。在中间哈，比你还小。麻烦。经历过5个人克难挤一部进人车的事情。Ella 一步步建立起 SHE 的事业，但却在大红大紫的时刻 ，Ella 遭逢了人生中的低潮。又是什么样自己的客家习俗，让连跳楼都敢的 Ella 死都不愿意尝试呢？千万别走开，客家女孩 Ella 独家秘辛。要进攻哎，县以外的朋友要进攻哎，对，不然我们罚单接不完啊。站上高台才知道 SHE 的高人气真的让交通都瘫痪了，不止捷运站出口被堵住，就连旁边的公车站牌也被人群淹没，还占据了一个车道。这可是人来人往的台北火车站街头，有人举发警察来开罚单，总共开了8张，1张要罚1200到2400元。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听说人爆说，对。
好开心哦！然后好久没有被开罚单哦，现在被开会觉得很开心，但是还是希望说大家多给我们一些空间。第3章的时候，美丽新世界那时候的签唱会，我们被开了不知道几张的罚单，因为那个地方真的被挤得水泄不通，都是人这样子。然后真正其实大红大紫应该算是在Superstar 那张专辑，对，因为那张专辑在内地整个是有红起来，因为那首歌，对。可是那张专辑刚好遇到我就是受伤。我跳楼，然后受伤，然后脊椎就是压迫性骨折，所以那张专辑的宣传几乎都是他们2个做的这样子。对，我觉得我们3个命运还蛮特别的，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可是就因为这样也很精彩。推一点，后推一点。小心！艺人拍片受伤又添一桩，这次受伤的是 S.H.E 的 Ella。脸色发白的 Ella 意识还算清楚，因为脊椎受伤没有了平日的光彩。另外2名成员 Hebe 和 Selina 吓得哭红了眼。被推进急诊室检查的 Ella 扮消防员示范跳楼的姿势，没想到一个意外跳下来的那一刻，我只想赶快结束这个工作，因为真的太恐怖了，所以我就想硬着头皮跳。然后在那个过程，我都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就是想说为什么还没有到，怎么那么远？就是在那个跳下来的瞬间，心里还可以想到这样说怎么还没到啊？我想说应该要到了吧。就后来当我想完的时候就到了，然后可是因为我太紧张，我整个人非常紧绷，而且我是脚先着地，所以那个施力点就造成我的那个脊椎压迫。可是其实那个动作是应该是屁股要先碰到那个垫子这样子。然后我掉下去的时候，我还没喊说好痛，救命救命，帮我叫救护车。还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个性。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大事不妙，而且我一直边痛，因为我说很痛，我就一直边转。然后他们就说陈万你不要动，就一直叫我不要动，然后赶快把那个充气垫的气给放了，然后赶快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然后就全部人大阵仗就冲到医院要去堵这个东西这样子。没多久开始跑马灯就开始跑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新闻很快很及时，然后我就很担心我爸妈会知道，怕他们会担心什么，结果他们还是知道，第2天马上冲上来到医院看我这样子。没有分担，最后呢，我有一个很无理的愿望，他每天都很忙，我知道他很忙，可是他忙里面还写一张卡片给我，还有他的亲笔签名，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有一点能够让我更感动的话，我希望他能够亲自来看我。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马英九先生，小马哥，我需要你来看我。我在医院的时候有感觉到这份心情，就是像比如说飞哥啊，还有谁啊，很多人他们都会送花来，甚至写卡片给我。然后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马英九先生还是台北市市长，然后还特地来看我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节目的企划是这样。他们说要完成我3个心愿，要送我3个礼物，然后我就故意开一个头说，那你叫马英九来看我。结果他们真的把他请来了，然后马英九还喂我吃便当，然后我还躺在他大腿上拍张照，然后我妈很兴奋，那天还打扮了一下，还跟他说可不可以跟他拍照，而且那个就是马英九先生还准备他们的那个同事们还准备了他的签名照给我妈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就是印象很深刻。市长好，你好，哎呀，很好很多，很开心，我吓到。躺在病床上的 Ella 看到马市长来探病，高兴得不得了，一直握着马英九的手，怎么说就是不肯放。他说你最帅了，他要跟你合照，支持你啦。那没有问题。偶像团体 S.H.E 中的 Ella 日前因为配合市府消防局的公益活动，不幸发生意外，即使出院也必须穿3个月的铁衣复健。因此，马英九带了 Ella 最喜欢吃的水梨为她打打气。我的膝盖因为打排球扭伤，把那个软骨拿出来，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跑步。其实跑步是复健了，我一跑就是28年。马英九以过来人的经验，要 Ella 用运动来复健，而且还带了健康餐盒与 S.H.E 共进午餐。Ella 还撒娇要马市长喂她吃。喂我吃，你刚刚想要吃吗？那个马市长的那个口水吧。营养的，这个选好，来。好慢，好恶心。喂 Ella 吃饭还不够 ，Ella 就这么靠在马英九身上，仿佛成了马市长的女儿一般。最后，马英九送给成员每人1张签名照，一圆他们的心愿。然后那个第一次是先送去3种，然后3种说要开刀，结果后来我们老板娘不太放心，她觉得开刀是大事，所以她希望我可以多问几家医院，然后就把我送去台大。然后来台大医生照了个 X 光，他就说，他觉得以我年轻的状态，他说叫我先不用开刀，先观察一阵，让他自己慢慢复原，因为骨折都是大概3个月这样子。对，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就是这样谈半年就对了。还好，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开刀，因为
开刀是很大的一个手术，因为我是在后面。然后如果你从前面这样开，你的内脏全部被剥开来，才找到你那根骨头，然后钉子什么的。而且如果我开刀的话，我会有2根钉子是戳在外面的，然后粘着你的肉在里面那种。其实那个非常的大的手术，所以还好没有做，因为如果做那个以后，应该后遗症会更多。不要撞到啊！不要撞到啊！谢谢，来拍张照，耶，拍张照。来这边再看一我要下。出院了，我会走路嘞。这个院内可能不能接太多的工作，就是几乎应该是不能工作，医生是这样说的。然后我6个月内都要穿着背架，所以其实如果要看到我以后在舞台上工作的话，可能要在3个月以后。但是如果在这期间，比如说像今天这样子一个照相的工作啊，或者什么的，就还好，就是要赶快让我躺下就可以了。算还不错，我觉得我就是很幸运。然后当我第一次下床，就是那时候出院的时候下床，我穿着背架，而且我记得小燕姐还蹲下来帮我穿鞋子，因为那时候我不方便嘛。然后就走出去以后，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躺着的时候是躺着，可是只要我起床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穿着那个背架。然后我很感谢我的妈妈，那时候真的是每天在我旁边陪伴我。家里事情他都不管，他就是在我身边，然后喂我吃饭，然后帮我把屎把尿，真的他把我当婴儿在照顾，因为我没有办法下床。对，然后当我下床那一刻的时候，其实我的腿那时候都有点萎缩，因为很久没有走路，然后小腿变很细，然后我妈妈都会一直帮我推脚，她就会说，来，你要来训练你的肌肉这样，因为我妈妈也很担心说，那未来我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什么的。我妈妈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家里有太多的事情要照顾，然后她要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伙食，她要煮饭，然后她要洗衣服，她要打扫家里、拖地板、扫地什么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回到家以后，她就一样恢复到她的生活，然后就忙很多。可是他们就是会弄一些比较补的东西给我吃，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很讨厌青蛙，我非常讨厌青蛙。可是有些人因为青蛙的胶质很多，然后有些人以前客家人会有一个那个方式，就是说，如果鸡的腿被打断了，或者是断掉了，打架断掉了，他们会剁那个青蛙，然后给它吃，它第2天就会走路，就会好那种，因为它就是有丰富的胶质。然后可是他们就是想说要骗我吃这个东西，可是我说我死都不要吃。结果他们把它剁得很碎，放在饭里面。然后拿来给我吃的时候，我就说这是青蛙吧，然后他们就全部人就不要扛，就觉得脸一阵绿，想说我也太厉害、太敏感对这种东西。我觉得电影像是去完成一个梦。被好友们形容很有男生个性的客家女孩 Ella， 有什么样的魅力让知名的导演瞿友宁念念不忘，又让舞蹈名师张胜峰有180度的大转变？他为什么又坚持自己是带给大家欢乐的那个人？新上档的国片《女孩坏坏》又与 Ella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眼中的客家女孩 Ella。就是她可能跟我之前认识她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你会觉得他是更夸张，然后他是一个人来疯的人，就是同时间其实他有着男生的个性，可是他又不失那种女生的细腻。他常说他是一个带把的男生哈，那只是那个把藏起来。不是亲，不是亲好朋友吗？你怎么可以像好朋友的未婚夫求婚？听说鬼感冒了？是啊，跑到40度哎，吓死人了。可能是因为那个吧，我不是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们要的是像你这样子。屁我放你屁。其实他私底下跟在荧幕上面真的差不多哎，然后就是都是疯疯癫癫的，而且他比平常呢可能还要比荧幕上更人来疯一点，而且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看到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一肩扛起炒热气氛的责任，所以如果他觉得现场看有点冷漠，然后不是很嗨，他就会赶快来炒热气氛的。大家看起来大家很疲倦或者熬夜熬比较久的时候，他会是那个主动带动气氛、讲笑话的人。我们常常在打灯的时候，他就开始唱歌，然后我们大家就会跟着他一起唱。我到那一个戏之后，我就从来没有再遇到一次经验是，我们在拍戏在准备的是全剧组一起在唱歌，
比如他在唱《热带雨林》，全剧组打灯的跟着唱，我在模拟特这样等待也跟着唱，然后大家就全场跟着唱歌，那是一个很棒的气氛。对，我觉得是我们3个人就是总是很欢乐的气氛，会去感染身边的人，然后也会，其实我记得有一次的那个爱而唯一的演唱会里面有一段就是盛峰老师的那个访谈，他对我们3个的感觉，他说他以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可能在工作上面会比较严谨，然后整个人就是只要一上工就开始整个紧绷这样。后来他跟我们相处以后，他才发现说，其实开开心心、疯疯癫癫的工作也可以把工作完成啊，那何不这样子呢？对，所以我觉得我们3个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度过很多比较辛苦的时刻，因为你一直沉在那个很多压力或者是说很紧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事情不见得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反而你放轻松，然后很轻松的去面对所有的工作，然后你散发出来的气息，然后你给人家的感觉，大家都会比较轻松，比较没有那么压力，然后事情反而会更顺利的可以完成。一直到了演出改编自漫画的偶像剧《蔷薇之恋》，Ella 潜在的好演技像是被激发出来一样，她在剧中精彩的演出大获好评。所以我把她甩了。我觉得也在那个戏当中，我看到他很感性的东西。他的眼泪其实，大概就是你只要给他分享一些属于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然后他就可以源源不绝的掉眼泪。好，这在一个平常我们看到一个男性化的 Ella 当中是不容易出现的。我怎么可能对收留我的人说那种过分的话？你说啊！你明明叫我说。Ella 的特质，人格特质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一块是在于一个，他很愿意分享，不管是跟他的影迷、歌迷，然后跟他的朋友，那种分享就是我有好吃的你一定有，我有快乐的事情你一定要感染到。因为我跟 S.H.E 都合作过，我觉得 Selina 跟 Hebe 他们比较没有像他一样是一个会把周遭外面都觉得很重要，必须要好好经营的人。Hebe 是一个侠客独来独往，那 Selina 是一个公主，她比较希望她活在一个都是美好世界。但 Ella 就像是一个苦行僧，她进到这个世界，她好像给自己一个责任，她必须拯救这个世界。我觉得电影像是去完成一个梦，我觉得很有趣的。因为像偶像剧，可能因为它是时间比较长，它是剧，它想要让看的人更贴近。可是电影是创造一个梦。那像这一次我拍那个女孩坏坏这个电影，我觉得很有趣，是它里面有很多很漫画的东西。比如说我一脚就把那个人踢飞，踢到阿拉伯去，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穿着阿拉伯的衣服的装扮，蛮多的耶。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看完了整个作品，那我觉得 Ella 在里面让人家表现为自己一样，因为她很放松，然后她把那种很调皮，然后很有正义的那个个性，就是诠释得很好。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我就觉得非 Ella 莫属。电影的前置也很有趣，因为我为了这部戏，我还去学了武打的东西，然后我还特地练了那个很复古的舞蹈，就是要在戏里面有一个剧中剧歌舞的一个呈现，然后还为了这个戏做了一个很复古的装扮，像林青霞那个年代、秦汉那个年代，然后所以眼线标了一下，头发弄得卷卷的学生头。因为他们是女孩坏坏三人组嘛，就是他们看到路边就是可能有坏男生在欺负女孩子，他就跳出去会扁人，然后他的武功是很高强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找一个太斯文、太文静的女生来演，反而其实不像这个角色。那我觉得 Ella 现在演反而更成熟，因为她其实
不只是让人家觉得他是有男性化的个性，可是其实他展现女人那一面的时候，会让看电影的观众觉得那个反差很大，会看到她成熟美丽的一面，可是也看得到她在成熟美丽之前的那种调皮啊，然后学生，然后那种正义使者会去打坏人，然后大辣的那种个性，其实我觉得他诠释的还蛮棒。然后其实很多人问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演的角色都很类似？没错，我的角色都非常类似。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每一个人对这样子的角色的印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那我觉得这样子，至少我在这一部分这个角色这个个性上面是成功的。我给大家这个 image 是很深刻的。可是我更希望，我更大的期待是说，我可以在类似的角色里面有不同的发挥。所以这次女孩坏坏，我就觉得很开心，是我可以学到武打的东西，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对，希望他拍这个电影之后，可能真的可以要为这个动作的剧情。对，可能以后他可以往动作电影发展。那我自己也很期许，自己有机会也可以拍真正的动作片。好紧张！蜂蜜。妈妈，好紧张哦！那这样你不用弄就好的。在医院，他在听那个广播，因为那边没有电视转播，然后我们特别带一个娃娃，就是像他。逞强硬撑是 Ella 的朋友们对她的写照，然而我们更可以用客家人的应景精神来形容她。对于她事业和人缘上的成功 ，Ella 虽然说她不知道为什么，但看完这一段节目，大家一定可以了解 Ella 为何可以受到大家的喜爱。客人欢迎光临，带着你们一起看看更多的荧光幕下的 Ella。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有点逞强了。中间就是我觉得可能也因为体力耗费过大，然后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我觉得人要一直沉潜在那个悲伤的情绪当中，对他来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中间有一段他是会用他的夸张的笑容跟大的动作来掩饰他其实有一点疲倦，跟有一点点觉得不想要一直停留在这么沉的气氛当中，其实也有看出来。对，那我觉得他天生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其实我是一个还蛮能硬撑的人，对，然后所以即使我很累、很辛苦，或者是内心有非常多的痛苦 OS 或什么的，我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做。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武打的部分，我有一些动作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替身，就是真的实际就是打很厉害的那种。就没有都是自己来的。可能他客家人的精神吧，因为这部电影拍了很多的武打的戏、武打的桥段，然后他也是受伤，就是可能拉伤或什么，可是他还是咬着牙把它顶完。我反而觉得 Ella 就是硬碰硬，就是你要我这么做我就做，而且我做到极致，然后累了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冲很快，比如3个 take 之后就累过头，然后累过头之后他就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重新再回到最好的状态再来。就是有客家人刚强的精神，客家人应景的精神，刚强就是脖子很硬那种，就是我是个很能撑、很能忍的人。我觉得我们讲说客家人那种很吃苦耐劳的，就是我们会讲刚强，就是应景。对，其实呢，我的脖子真的很硬，因为太累了。我每次按摩，他就说我脖子很硬。我当然这很冷的笑话，就是刚强，就是形容客家人也能够打拼，也吃苦耐劳。好紧张！蜂蜜。妈妈，好紧张哦！那这样你不用弄就好的。他呢？对，因为他好像还在医院里面师兄。得奖的是 SHE。连线了，我不能相信！怎么会这么？谢老师在现场也是呢，当然 Pipi 还有 Selina 呢，电话马上就来了，船长！
特别带一个娃娃，就是像他的啦。黄金唱歌公司超赞，还有吴姐，还有董事长，还有副董，天啊！还有什么？谢谢大家，谢谢，我会更努力的，谢谢。会成功，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成功，我只有感谢而已。对，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很多人会问说你得与失，你失去了什么？这样，我反而觉得说，我失去的其实我没有失去什么，我反而得到了更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爷安排给我的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那老天爷安排的就是我这条路让我走。那我觉得这条路充满了很多的学习，很多的经验，我可以认识很多的人，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的成长我自己，增长我自己的智慧。所以这条道路还很长，我还没完，我现在才31岁，我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要结婚了，我可能要生小孩，我都有很多很多的课题。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老天爷就是给你一个功课，然后你每一堂课修完了，你就可以到下一堂课。所以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难题，你就像是一个考试，像一个期中考，然后你要用你的智慧跟你平常累积的经验去度过这个东西。如果你过不了，你就是要再重考一次，你就还会陷在那一题里面。可是如果你过得了的话，你就会往下走，然后进入下一题。当你每一题这样慢慢解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回到你原来的家这样子，然后你就是没有任何的遗憾。其实刚好是去年参加那个婚礼的时候认识 Ella 嘛，然后就发现她真的是一个，除了我们看到她很活泼好动，然后很会炒热气氛之外，她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女生。然后就是她会去关心别人啊，然后会去希望别人很开心，所以她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她会去希望所有人只要有她在的时候都可以充满笑声。那其实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在写的也是说很开心，然后充满爱的一首歌，所以那时候就直觉想到他，就觉得他来实在是太适合了，而且就会可以表现出这首歌很幸福又很开心又很热闹的感觉。其实那时候一开始这首歌是独唱，只是后来录音的时候觉得，因为我的歌词跟旋律写得很密，然后一个人唱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我就心想说，如果能够邀请一个女生跟我合唱，搞不好这首歌会更甜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可以问问 Ella 这样子。他说好啊好啊，你把歌寄给我听听看，然后我就寄给他说，很好听很好听啊，那你赶快跟我公司讲这样子。对啊，后来就他们公司也超有义气，就一拍即合。十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我觉得 Ella 比较难得的是，10年来我不觉得她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她一如往常，一如她对生命的态度，一如她对生活的态度，一如她对朋友的照顾。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我觉得人生在世，你不可能一个人独自生活，你人是互依互存的。今天这部戏能够红，不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剧组每一个人去努力的付出。所以，我会觉得他们非常辛苦。虽然他们都会说啊，你们比较辛苦啦，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更辛苦的是他们。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我也不希望说工作的气氛是很有压力的，所以我总是在现场给大家很快乐、很欢乐的气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一天。一针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他比如说之前的摔伤的事件，那个事情他其实可以不用做的，但是他会觉得说，如果这是节目要的效果，如果这是大家想看的，我就努力去做到它。你其实看到他常常是不带任何艺人色彩的去参与这些公益活动。在那条巷子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在那个地方生活？然后当我吃下第一口饭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原来我可以坐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吃饭，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仿佛能看见明月两串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让我内心占据化身房，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张扬。因为
为他父亲其实年轻的时候有因为一个意外，然后手受伤了，然后我觉得我很佩服我爸的是 ，even 他只剩下一只手，可是他还是可以撑起我们一家人，所以对我而言，他是个超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家庭背景单纯的客家庄 ，Ella 有着什么样的客家人的特质？而这样的人格特质又来自于他爸爸妈妈的影响又有多少呢？如今即将走入婚姻 ，Ella 坦诚她对于婚姻在不同的期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今她说自己很幸福，遇到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相信 Ella 将是最美丽的客家新娘。因为我们家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很简单的家庭，我爸就是个上班族，然后薪水没有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家要养猪，然后才能够支付我们4个小孩念私立五专的那个学费。然后我妈就是一个非常认份，然后很勤劳的一个家庭主妇。那我爷爷奶奶就是农人，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家是非常单纯的乡下人家。然后我们又住在客家村这样子。一比是客家人哎，我也是客家人哎，你也是客家人，新竹的吗？我是苗栗的。哦，那你堂也是哪公哎？我不会讲客家话。他不是一句都不会啊？闪哥在马港，你们跟我吧？闪哥拍哦，化妆哦，我都会讲了，我四川人的化妆，很这样子。不是，我妈妈很多很厉害的客家菜，比如说像凤梨姜汤，放凤梨酱汤，它是用凤梨酱，而且是我奶奶自己腌的那种，然后它里面会加一点嘴边肉啊，或者是瓜莲啊那种。其实客家人好像是鸡子酱，对，可是鸡子酱是新竹那边的，对。那我们那边是有凤梨酱。我相信每一个客家村都有自己特色的美食。在谈到客家人都会觉得是勤俭持家吧，会不会？然后其实我觉得 Ella 也有这样的特质，就是譬如说我们去她家还是干嘛，她就会，我觉得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持家的女人。你不要看她说好像很那个很大而化之这样，她其实会注重蛮多小细节的，感觉她就是会帮老公照顾好所有她的朋友的胃，还有所有朋友的气氛啊、心啊，她其实都会照顾。她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粗鲁的一个女生，但其实她真的很细心。她会跟每一个人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相处模式，她不会用自己唯一的一个方式去做相处，她会因人而异去做一些不同的变换。那这些东西其实来自于，我觉得是她对大地的一种很细微的关心跟好奇。这个来自于一个很草根的环境，很扎实的朴实的环境。我相信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客家精神中很重要的元素。大家或许在讲很多客家精神来自于他们的符号、勤俭，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客家精神有一块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是跟大地结合的，是一个我生在哪里，我就可以享受在哪里的一种态度。那所以 Ella 即便从屏东来到台北发展，你都觉得她是在享受这一块生活，享受这个工作。我知道我一定受我父母影响很多，因为我觉得你从小就是一张白纸，你看着你的爸妈，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说我有些个性跟我妈很像，一些比较乐观，然后比较活泼啊，很放得开的那一部分。那我当然也有一些部分是像我爸的，比如说脾气有一点拗，然后但是我自己做事我自己的条理跟我自己的方法，然后还有我很龟毛的地方，其实是跟我爸有点像的。然后我会觉得说我的一切是来自于这个家庭，我的父母为了这个家努力了他们大半辈子的人生，当然我也要这么为我的家庭付出。于是从他的家人，我觉得其实帮助他很大。我觉得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都给了他很好的教育的环境，跟很清楚的对世界的观感。因为他父亲其实年轻的时候有因为一个意外，然后手受伤了，然后那个状态其实一般人或许会消沉，然后一般人或许会怨天尤人，但是我从 Ella 的口中跟他提到的他的父亲，我觉得一直是很正面的，一直是不会觉得
扭捏或者需要隐藏的，当然会心疼，但是大多数时间他们是很正向去面对生命中的一些挫折的。我觉得这个教育其实在Ella身上看得很明显。我觉得我很佩服我爸的是 ，even 他只剩下一只手，可是他还是可以撑起我们一家人。所以对我而言，他是个超人，而且他是一只手的超人。所以我有为这件事情写了一首歌给他，对，其实就是对他的一个感谢。这样，其实我很佩服我爸爸，就是那个坚强的意志，然后对这个家庭的不离不弃。然后有一次我在翻家里的照片，因为我妈都会把照片整理好，然后爸爸的一叠，大姐的一叠，小谁谁谁的一叠，那我就看到我爸那一叠，那我就看到我爸年轻时候的照片，整个意气风发，然后真的是帅到不得了，我真的没有骗你，因为他就是瘦高型的，然后长得很英挺，浓眉大眼，然后鼻子很挺这样子，没有，他没有大眼，他有点凤眼，然后我觉得是我弟弟都望尘莫及的，因为我弟弟都没有爸爸帅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看到之后有一张照片，我突然看到有一张照片是我爸爸就是手断掉，然后是要拍一个档案照，他只穿了一件白 T 恤跟白汗衫，然后跟一件牛仔裤，可他那个眼神跟你之前看到每一张照片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看到他那一份失落跟绝望吧，我觉得是这样子。Ella 抱着爱犬笑得很开心，这是强强生前可爱的模样。从小就很虚弱，最后还因为荷尔蒙失调变成阴阳狗。本来想开刀治疗，没想到却死在手术台上。是因为他荷尔蒙的问题，医生建议他开刀，可是却因为这次就是麻药过敏，我觉得是他时间到了，然后他为我做的够多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够赶快去做天使，保佑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这样。工作空档 ，Ella 亲自作词作曲，写下这首歌曲来纪念强强，而陪他走过最后一段路 ，Ella 历历在目。全身都是毛囊炎，然后毛都掉光光了，然后就是你抱着他的时候，你身上都是他的血迹，然后我非常的就是舍不得，很痛心。然后有一次就是坐在客厅就大哭。其实很难得了，就是这样子 ，OK， 就是演而优则导，他自己是这样子，唱而优则写，所以呢，其实我相信他的路绝对不会是因为这次要结婚了以后 ，OK， 他就会他们路就会走得比较短。我相信他结了婚了以后，这个感情的滋润以后，应该会写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即将嫁作幸福人妻，还要推出新的EP。Ella 和未婚夫远赴关岛拍摄婚纱照，虽然32度艳阳，晒到快昏了，两人还是打得火热。虽然还没真的结婚，但 Ella 一说完 Yes I do， 马上哽咽泪洒现场，连妆都哭花了。很不枉费我们有走这一趟，然后我就是心里充满了感谢这样，然后真的很幸福。然后刚刚在上面的时候，你真的会回想到你从小到大的每一刻，然后就觉得好神奇，我要跟另外一个人走一辈子。讲着讲着，感性的 Ella 忍不住又哭了。5天3夜关岛行程，虽然每天睡不到5小时，但珍贵回忆还是让 Ella 直呼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我很幸运的是，我在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可以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然后你有幸走入那一段。还没入行之前会很渴望，就觉得说自己28岁结婚，30岁生小孩。入了行以后呢，一路的跌跌撞撞，你觉得搞不好我可能都嫁不出去了。搞不好我不再相信爱情，对。可是遇到他以后，才发现，那一切的过程都是老天爷给你的安排。然后就是因为那样子，你才会更懂得珍惜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那样子，你的灵魂更懂得什么是爱，然后怎么去爱一个人更完整。所以心智也承受到说，我觉得我可以跟一个人走一辈子这样子。怎么说？比如说有时候她就会说，我真的好爱我老公哦，然后就整个人跨坐在她老公身上这样子，这种有点太亲密的表现，有时候会让我们这些比较有气质的朋友稍微比较难以消化一点。我希望就是你们2位呢，能够就是长长久久，然后白头到老。那不管什么事情，然后最后都是以这个美满收场这样。Ella，终于有
有人要你了啊，而且他不觉得你是个男生，他觉得你是个女生，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识货的人。然后从很多的报道当中，我觉得赖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的人，也是热爱生命的人。我觉得跟你一样非常好。然后所以看到你们在一起的笑容，我衷心的替你高兴，然后也期盼在未来的世界里头，你们两个人是1+1大于2，然后把你们的热力感染给更多的人。其实有你在的时候啊，大家每个人都很开心。但是其实呢，虽然你平常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其实都最希望你开心。不过你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对象，而且也真的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在彼此身边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就希望你可以幸福一辈子，因为这是很多人都达不了的目标，但我相信你可以。上天派来爱我的男子，我也爱你，感谢上帝，我真感谢。